好，呢度係博客欄目同 S 傾下偈，我係 Season， 喺我對面係見證廣州30多年變化嘅嚟自香港嘅大灣區哥哥 S。每個星期我會喺廣州舊城中心用15到30分鐘嘅時間同 S 傾下偈。S 早晨，Season早晨，係咁今日想請教你一個喺職場上咧唔會少見又有啲微妙嘅現象，就係越級。係，即係譬如啲客戶喺個基層員工嗰度碰咗釘，喺櫃枱碰咗釘，然後咧如果唔滿意咧，佢就會話叫你嘅領導嚟，叫你嘅經理嚟。又或者一個員工覺得自己嘅主管唔好幫佢搞好啲事情，咁咧就直接一個電話就打到你呢個身份嘅大老闆身上去啦。係咁呢種對於就係叫直達高層啦，跨過應該有嘅嗰啲步驟啦。咁我見過有越級，即係揾下經理又直接揾下大老闆有成功嘅，但係咧又更多時候係見到呢啲越級會搞到好多方都唔開心嘅。所以今日就想請你嚟拆解一下越級呢樣嘢究竟係應唔應該使，好唔好使？大家傾下啦。好。咁第一個問題呢，就係喺你睇嚟呢，我啱講嘅呢啲，譬如客戶跳過客服去揾經理啦，或者員工跳過主管去揾老闆，你覺得喺你觀察咁打理公司咁多年，你覺得通常嘅動機係咩呢？呢啲我諗最大嘅動機呢，就係想快啲解決件事。即係個當事人想最快解決件事，咁佢哋就認為，有大食大，咁揾個最高級嘅就應該最快解決啦。我諗呢個係最大嘅促使佢哋做呢樣嘢嘅動力。另外一個呢，就亦都有一部分人呢，佢係跟咗個步驟去做，但係好似冇乜結果，咁佢咪試下用佢自己嘅方法去解決咯，咪就揾個老細啊，老細個老細啊，老細個老細個老細啊咁樣咯，就係咁。但係咁目標呢，個目的呢，我相信都係想盡快解決件事嘅啫。咁作為一位管理者啊、領導啦，你唔中意呢個詞，我都會講噶啦。我真係唔中意講。係咁，如果你突然間係接到一個類似咁嘅客又好、員工又好、越級上嚟嘅訴求，你嘅第一反應會係咩呢？呢樣嘢就真係行過立秋啦，實會發生噶啦。其實嗰個反應呢，最終呢，最緊要就係你知道究竟發生咗咩事先。如果你唔知道發生嘅嗰件事嘅來龍去脈，你根本就無從幫手嚇。咁我諗第一件事，你如果機構大咗，你冇可能自己處理噶。咁就如果係間公司係冇一個現有嘅制度嘅話，其實應該有嘅，即係而家好多嗰啲咁嘅 whistleblower，即係吹哨者制度啊。如果冇，我會揾個我信得過嘅人去了解下咯，然後了解咗來龍去脈，然後先至再點樣回覆咯。但係當中之前都要講一講俾嗰個投訴者聽，話我哋已經處理緊咯。如果唔係人，佢又以為又石沉大海啦，係咪？咁呢個時候你又會用咩方式去安撫嗰個被越級嘅嗰個員工？其實冇嘢可以做住嘅，一定要了解件事先。因為如果你唔了解件事，唔知道咩黑咩白，你無從處理噶。你知道咗，原來其實係誤會嚟嘅啫，個處理方法係一種，原來自己嘅同事真係有責任嘅，你都要知道責任係大定細先得。咁你有另外一種方法。原來嗰個客根本唔係誤會，根本就係禮橫節曲。咁你有另外一種處理方法。所以你如果唔知道件事嘅來龍去脈，你根本就冇得處理。咁呢個時候呢，又有啲考驗嗰個被越級嘅人嘅反應，即係判斷對方因為佢咩事而越級。咁你可唔可以過幾招話？即係如果第一未揾到嗰件事之前，根本我就唔會俾其他人知。即係未有真相之前，因為咁對大家都唔好嘅。所謂真相就起碼我有揾到我會信嘅事實之前，我係咩都唔會做，亦都唔會亦都應該係高度保密。
你知道咗真相，你先至可以去諗應該點做。你唔好一收到封信，你真係啊，你伙計投訴你咁，對個伙計唔公道，對嗰個人都唔公道。因為嗰個當事人就會覺得老細咁講嘅，一定係即係唔 like 我啦咁，佢會有好多連鎖嘅反應係唔好嘅，所以乜嘢都搞清楚來龍去脈先。如果唔係真係保密，唔好打攪咁多人住。如果唔係，件事會越嚟越鬧交嘅。係咁，如果作為嗰位同事，即係嗰位喺櫃枱前邊嘅，又或者係嗰位被同事越級嘅嗰位同事嘅話，你會俾咩建議佢去應對呢種風？我諗當件事上頭，譬如我啦，已經check 過，知道件事來龍去脈。第二件事會做嘅就係都叫啲有關當事人嚟解釋，究竟佢嘅角度係點睇呢件事。嗱，我就算自己去揾呢件事嘅真相，都係我或者係受我要求去揾呢件事真相嘅同事嘅角度啫。你一定要俾當事人一個合理解釋噶嘛。俾佢個機會去解釋啊。咁如果佢解釋得到，或者我哋抄資料嗰時，或者去了解件事嗰時，了解得唔夠全面咧。如果佢解釋唔到，咁更加證明佢係有啲問題啦。咁你嘅處理方法就完全同如果佢係冇問題嘅處理方法係唔同噶嘛。所以唔應該一下子就話，我要點處理，你係冇可能噶。你一定要知道嗰件事係點樣，仲要聽晒各方面嘅意見，唔係嘅睇法，然後先可以拍板。係咁，依家換個角色啦。假設你係嗰位被越級嘅同事，咁你當下會係點樣去反應？如果理論上咧上邊未查清楚之前，我應該係唔知呢件事嘅，係咪？好啦，如果我知道，即係話上邊已經話俾我聽，喂，你有人投訴你，咁我咪要將我自己如果對嗰件事嘅睇法講翻俾處理呢件事嘅上司或者同事知咯。我有咩可以做？係咁噶啦。但係有冇一啲方法係，譬如你已經 feel 到對方個客係唔 like 嘅，唔知佢會唔會投訴你，但係當下係咪可以先選擇將呢件事反映俾？嗱，我覺得呢一個呢係又係呢個人之常情嚟噶。如果你覺得個人好唔高興，咁你都老實講，你都應該第一時間同你上司講，唔係話保障你自己咁簡單，因為佢唔高興，佢可能會係佢極端啲告公司啊，或者點噶嘛。咁你一定要同公司講件事發生咗，個客好唔高興，咁你亦都要同公司解釋你點睇呢件事。咁我自己認為應該點？係咪應該堅持呢？定係應該其實呢嗰個客嘅要求都有啲道理嘅。咁呢啲你要同老細講，當然要講啦，唔應該等佢任呢件事發酵嘅。咁樣係咁喺你又開頭做細嘅公司，到後尾慢慢變成集團化啦。咁過程中，其實喺呢方面呢種越級嘅制度上邊，係咪都會不停咁樣修訂呢？其實呢個制度就係制度，制度唔應該鼓勵人越級嘅。但係呢，我覺得亦都要有，而家所有公司都有啲 whistleblower policy， 即係有吹哨者制度噶啦。就係鼓勵，如果啲同事如果有啲咩唔滿意，尤其是對高層唔滿意，係可以通過一啲信箱啊、特別嘅 email box 啊，咁去話俾公司聽發生呢啲事，而佢係應該受到保護嘅，資料係應該保密。亦都公司只要佢係 good faith， 即係話佢係出於良善意嘅，佢係唔應該受到任何唔公道嘅待遇嘅。譬如話炒魷啊、降級啊、譴責啊咁樣，只要佢係出於 good faith， 只要佢嘅出發點係好嘅，可能佢錯，但係唔緊要。如果呢個係合理嘅錯誤，都應該受到保護。因為譬如佢知道嘅資料唔全面，但係嗰啲資料已經係普通人可以知道最多噶啦，咁佢用呢啲唔全面嘅資料去判斷呢件事，咁而呢一件事呢係合情合理嘅，佢亦都應該受到保護。
呢啲係而家所有現代化嘅大公司都有嘅呢個政策，做得好唔好係另一件事啊，但係應該係有呢啲政策㗎。係。咁呢個係咪叫鼓勵人越級挑戰老細嘅權威咧？我覺得唔係，呢個係一個逃生門，一個途徑去令到公司唔會有人隻手遮天，唔會有人唔敢講嘢，而最終係公司令到公司或者股東受到嘅利益受傷害。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嘅。咁樣聽落嚟，其實越級都由一開始講嘅都有分類嘅。咁呢個係內部問題。咁如果係嗰種譬如銀行啊、餐飲啦，餐飲就最經常係會投訴，就直接叫你嘅經理過嚟啊之類嘅。咁呢一種情況，嗱呢樣嘢咧，我就會咁睇。如果佢過嚟隨便巴閉咁，我係個經理啊，第一件事即係息事寧人先，因為始終打開門做生意啊嘛。咁令到佢情緒低啲先，即係比較冷靜啲先，請佢飲咖啡啊，請佢食雪糕啊。但係唔係表示唔應該知道去查呢件事究竟嘅來龍去脈。更加唔應該啲客咧一發爛渣咧就賴自己嘅同事，係唔得嘅。但係唔係話個發爛渣就唔理佢，同佢鬥鬧，呢樣又唔係辦法嘅。一定係要即係將件事比較平和落嚟先，然後了解晒件事。如果係我哋自己啲同事啱，咁我哋就會話個同事，其實你係做得啱，你唔會因為咁，就算個客投訴你點都好，你唔會因為咁而受到唔公平嘅待遇咯。係咪？但係始終你客係客啊嘛，你唔理，如果佢係好唔合理要賠錢，公司咪唔好賠咯。如果公司認為少少事，我就請佢飲兩杯咖啡搞掂，咁咪請兩杯咖啡咯。呢啲係商業決定。但係如果你明屈個伙計咧，其實長遠咧對公司嘅士氣係好大損害嘅。公關還公關，保護員工嘅士氣係保護員工嘅士氣，兩件事嚟嘅。因為我依家多數睇到，譬如呢啲打開門嘅店面嘅面對面嘅服務嘅，咁多數都係服務者要先認低威為主嘅解決方式。我諗呢個係好多都會咁做。我亦都唔會話呢樣嘢係錯嘅，因為你搞掂咗呢件事先。但係最緊要就令個員工知道件事。雖然我請個客飲兩杯咖啡，唔係你錯，我哋只不過息事寧人，打開門做生意。呢個係我哋兩害取其輕嘅啫。就唔可以因為嗰人犯渣，你得罪咗佢，所以你就要罰你留堂加班，扣你人工。咁呢啲就絕對唔啱。分開嚟講咯，其實啲客知嘅。而且我又咁講，雖然成日聽到呢啲咁嘅案例，但係扭橫折曲嘅人始終係少數嚟嘅。我哋又唔可以因為少數嘅人就影響到成對客人嘅睇法啦。啲人一定係咁啊，其實唔係嘅。事出必有因嗬。再講翻越級，咁有冇一啲越級係合理嘅咧？有，我咪講過，如果唔係點解會有 whistleblower 呢樣嘢咧？就係咪？如果唔有啲真係有時機構越大，你都好難。無論管理幾好都好，你好難肯定所有管理者嘅或者係管理層級嘅員工做嘢都啱噶嘛。佢自己唔啱，佢仲可能會壓住下邊講嘢噶嘛。咁所以嗰個 whistleblower 咪就係最極端、最極終極版嘅越級咯。因為我哋呢個節目我都係覺得係希望俾更加後生嘅人聽，咁佢哋啱入嚟社會，所以係咯，就希望佢哋係可以睇到有一啲地方係可以用嘅，有啲地方係用嚟可以保護自己嘅。其實所有公司入迎新營嗰陣時都有講呢樣嘢噶，無論大細嘅。好管理好嘅公司咯，管理得好嘅公司咯，因為呢樣嘢同防貪啊，好多嘢係又係即係防止貪污好有關係嘅。如果唔係咁樣，你淨係令到啲下屬唔敢，最基層嘅唔敢講嘢，
搞下搞下，唔單止有 group think 即係嘅危險，亦都有好多官相衛啊，你掩護我掩護你，好多呢啲問題嘅。因為都希望佢哋面試嘅時候就可以將呢啲問題。其實係迎新嗰時係要有講，呢啲亦都係任何一間管理好嘅公司應該有嘅制度。即係話如果你有啲乜嘢，你又經過你認為合理嘅渠道去投訴，冇結果，你知道，但係咁落去對香港公司有損害，你就應該用呢個咩舉報信箱或者舉報電話嚟做咯。你嘅利益會絕對受到保護，呢啲一定要講噶。咁題外話，我原先冇擺喺入邊嘅就係咁。你嘅集團咁多年，你嗰個呢方面嘅制度係咪都更新好多次啊？其實呢個制度唔使成日更新嘅，你真係要做好佢啦，做嘢要透明啊，真係要跟完你要向所有人有交代啊，冇人可以隻手遮天啊。嗰個制度係響度嘅，問題你點執行，而且你要不斷令到你個制度係合理地被執行，好重要嘅。所以其實就算係初創公司，都應該要意識到要有呢啲嘢存在。絕對係啦。而唔係話越大先至越。當然啦，你細嘅公司咧出事嘅機會低嘅，因為你老細日夾住噶嘛。但係你由3個人變咗3萬人，咁就唔同啦，係咪？係。OK，咁多謝史金奇，多謝史神，多謝晒，下次見，拜拜，拜拜。拜拜。